台湾看世界，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目前是互相咧空袭。哈马斯发射着火箭，弹到以色列东南部一栋主体大楼，有2个人受伤。以色列空袭是弹到一间收容难民的学校，1个人死亡，44个人受伤。不过，以色列已经讲真久的地面攻击也是无动静。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讲，迄是因为以色列已经同意美国的要求，要暂停地面的攻势，让美国有时间来部署着防空系统，它来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国军。特拉维火暗暝，搁再出现火光。哈马斯火箭弹伫早暗射向以色列，伫特拉维火南方有一栋主体大楼被轰拍着。救护单位指出，有2个人救护玻璃，也有火箭碎片弹一个受伤。哈马斯透过新的画面讲，因为远程火箭拍到离加沙220公里，伫以色列东南部的艾拉德市。以色列针对加沙的目标继续轰炸。严格这目标的附近有真侪学校、清真寺，甚至是联合国的设施。其中拉法这间属于联合国所管的学校也被轰炸，造成1个死亡，44个受伤。当时学校安置4600难民。אנחנו ממטירים על החמאס אש תופת. כבר חיסלנו אלפי מחבלים, וזאת רק ההתחלה. 以色列的军队也讲，以色列的海军伫北部的济基姆海岸成功打败一支想要插水入侵的哈马斯小队。以色列也一直预告将会为地面进攻加沙。严格翻译的日报指出，以色列已经答应美国要求，同意暂停延迟进攻。那美国考虑的所在，伫以色列的军队进攻加沙了后，可能会致使中东地区美军加做各大接近组织攻击的目标。为了防止这种恶棒变作是真实，美国也照施压以色列来换时间，部署大概12套防空系统来保护美军。另外，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指出，关定到东地中海和福特号汇合的爱心号涵舰打击群将会通过苏伊士运河，该部署伫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任务区域，和当地第5舰队来汇合。为着来看，明显是更加瓦解伊朗。美国国防官员也讲甲真直接，这步就是为着要警告伊朗，唔通轻举妄动。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